講句好多人都未必夠膽講嘅嘢，香港已經淪為一個內地二線嘅城市。我哋呢幾年嘅發展確實比較緩慢，遠遠不及內地好多一線、二線甚至三線嘅城市。然而，作為國際金融大都會，爛船都有3根釘，我哋仍然有一啲非常核心嘅競爭優勢，係內地好多頂級一線城市都未必可以及得上嘅喎。第一，喺高端醫療呢個領域，香港仍然遠遠領先內地各大城市。近呢幾年啦，雖然好多香港朋友都會選擇返內地去睇病，但係佢哋返去睇嘅病情都係比較輕。如果身患重症嘅話，大部分香港人仍然會選擇喺香港嘅醫療體系裏面接受治療。好多內地朋友嚟香港旅遊之餘，佢哋其實亦都會有興趣了解下香港嘅重疾險，因為佢哋覺得如果患咗重病喺香港治療，佢哋嘅醫療保障會比較充足，佢哋會比較相信香港醫護人員嘅專業水平同埋佢哋嘅專業態度。喺香港公立醫療體系裏面，就算你呢一刻身無分文，但係如果突然間患咗急病或者重病嘅話，相關嘅醫護人員都會毫無保留地盡快及盡量給你一個最好嘅治療方案。第二就係教育方面啦，香港學生可以選擇嘅教育方向更加廣闊，更加國際化及多樣化，唔會好似內地咁捲啦，亦都唔會只係麻木地追求分數。第三個香港嘅特產就係保險，不可否認，好多內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其實除咗旅遊之外，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喺香港配置一啲儲蓄險㗎。喺香港配置一啲儲蓄險，就等於做咗一個國際化嘅資產配置，除咗可以對沖掉一啲人仔匯率嘅風險之外，仲可以將你部分嘅資產去作一啲中長線嘅國際化配置投資，咁樣就可以令到你整體嘅資產有一個平衡性，因為你部分嘅資產做咗國際化，你整體資產嘅波動水平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安全嘅保障。始終喺金融領域上，香港暫時喺內地各大城市仍然都係一個比較領先嘅地位。喺呢個領域上，香港仍然發揮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你覺得呢？香港仲有乜嘢特別嘅優勢係內地好多城市暫時未能取替㗎？我係香港尖記，期待透過我嘅出現，可以令你盡早明白到資產配置及退休理財嘅重要性。